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下天氣。各位觀眾早晨，歡迎收睇10月3號早上嘅天氣節目，我係林學賢。受到高空反氣旋所影響啦，本港今日天氣咧都會係唔錯㗎，會係大致天晴，日間酷熱嘅天氣。市區最高氣温上到33度，而新界咧會再高1、2度添。咁大家出街時候咧，記住飲多啲水，慎防中暑啦。睇睇今朝早嘅各區最低氣温，介乎24至到28度不等。天文台尖沙咀總部咧錄到28度嘅低温，一齊睇大範圍嘅衛星雲圖。香港喺呢度咧，見到整個廣東沿岸地區咧，其實雲量係相當稀少㗎。咁但係如果睇遠些少咧，喺菲律賓附近咧，可以見到一個比較大嘅雲團，一個就係強烈熱帶風暴麥德姆啦。麥德姆咧即將係橫過呂宋，我哋預計佢咧喺今日稍後咧會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之內。香港天文台咧會喺今晚咧係考慮發出1號戒備信號㗎。咁最新嘅路徑預報咧預測麥德姆喺週末期間咧，將係靠近雷州半島至到海南島東部一帶㗎，同埋係逐漸增強添。咁香港嘅天氣咧喺聽日稍後至到星期日咧，將會有啲變化，變得唔穩定。咁同埋咧風勢頗大，海面有大浪同湧浪，間中有狂風驟雨。咁天文台咧會視乎麥德姆同珠江口嘅距離、佢嘅強度同埋香港本地嘅風力變化咧，係評估有冇需要喺聽日日間咧係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。咁大家要留意翻香港天文台發出嘅最新天氣信息啦。翻返嚟香港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咧會咁樣㗎，大致天晴啦，日間好熱，市區最高氣温咧上到33度，而新界咧會再高1、2度添。風咧會係吹輕微至和緩嘅偏東風。提大家啦，酷熱天氣警告咧係現正生效，天氣酷熱咧有可能影響健康，咁大家記住咧飲多啲水，慎防中暑啦。而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咧亦都去到10，強度屬於甚高，大家亦都要做足防曬準備喎。至於展望方面咧，我哋預計聽日咧日間會係酷熱㗎，而聽日稍後至到星期日咧風勢會係頗大啦，間中有狂風驟雨，海面有大浪同湧浪。咁但係去到星期日稍後咧，驟雨會係減少。由於麥德姆咧會係來去匆匆啦，故此我哋預計喺中秋節同埋中秋節翌日咧，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咁但係咧依然會係有幾陣驟雨㗎。似乎麥德姆咧即將係影響我哋啦，咁大家最緊要留意住天文台發出嘅最新天氣報告啦。好啦，呢一節嘅天氣講到呢度，祝大家有個愉快嘅一日，再見。呢節早晨報道完。